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中市引进小型的电动扫街车，未来排放着烟引的废气，阁会当入去6米块巷仔底来扫街，相当的环保。这个电动扫街车5月就会当就路。 要清扫进前，这车头会先喷水，防水涂骹这涂粉飞起来。同时，这强烈的吸尘器也会将这粪扫拢吸入去车道，清气溜溜。遇到大型垃圾的话，我们会切比较大一点，让它吸力比较足一点。 台中市对抗空气污染，引进小型电动的扫街车，充电了会当工作8点钟，相当是3名清洁工的人力，甲传统的做比较，这电动车虽然伊清扫范围较小，喷射量咧嘛只有传统车辆的1/4，但是伊会排放柴油烟引废气，而且佫会当1米6米的巷仔来清扫，机动性较悬。对这个 PM2.5、PM10， 它的去除效率达90%，这个都有第3公证的哈。 这种传统的扫街车有涂粉甲废气的问题，若是电动车咧，伊较安全环保，有加伫5月上路。但是受到法规的限制，目前只会当伫人行道甲广场清扫，要等到7月相关规定制定完成了后，才会当伫一般道路执行清扫任务。